當你做一件事俾人問到最重要嘅係咩技能嘅時候，其實唔係啲咩技術性嘅嘢，而係你嘅自信。自信就係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任何任務，無論佢有幾困難，無論佢有幾多阻力。冇自信嘅話，再厲害嘅球員都唔會踢得好。好消息係，自信唔係天生嘅，而係一種可以練習嘅技能。第一步，重複練習，再練習，就好似一個球員每日學習射波咁樣。最重要嘅唔係練習嘅次數，而係堅持落去，唔好咁輕易放棄。第二步，練習正向嘅自言自語，話俾自己知，我先係決定自己命運嘅人。寫低自己嘅讚美清單，記錄所有值得驕傲嘅事。第三步，遠離嗰啲會打擊你嘅人。打擊你嘅人其實可能只係唔想見到你成功。同時多啲讚下人，少啲話下人啦。同人講下你做得好好，都可以幫到大家一齊建立自信。每一次練習，你都會變得更強大。只要堅持落去，最終你就會成功。由今日開始練習一下你嘅自信，你一定可以做到，信我。